台语今年等，愈讲愈难等。大家我小杰。前一阵仔吼有一寡代替的新闻，嘿，这新闻内底吼有引起足侪网络顶管足侪人的关心。有的事件较危险，要毋过有的人当事人吼，伊可能是平安无代志。对。毋过这个代志过去了后咧，嘛是我感觉嘛是，阁有一寡观点，咱会使来讨论一寡。所以今日就是先甲观众朋友介绍这两站报道，再来分享咱的看法。第一个吼，就是一个女高中生的故事。伊伫咧2月16号的暗时，伊牵伊的爸阿母吼要去看医生。等到停车场的时阵，因爸阿母4个找无人了吼，伊就去报警。警察吼找着伊手机的定位，伫咧台铁的科工馆站。科工馆站拄好听，伊迄个时阵拄好听着讲吼，科工馆站拄好有迄个普悠玛的列车，入站的时阵去弄着人。即声较知影讲吼，即个失踪的即个女学生，伊拄好是即个普悠玛弄着人的迄个死者。所以即件代志吼，打出来了，开始有新闻开始咧报嘛。迄个时阵 Thread 即个社群平台，Thread 伊伫顶管就开始流传一个过身的女学生伊在生的时阵的现实动态。迄个动态内底吼，伊大概内容就是咧讲吼，伊的厝邻的人无理解伊着郁症的时阵，会叫人感觉，佮继续甲伊施加压力，讲伊吼，伊去看迄郁症啊，开足侪钱啊，去看医生这钱啊，就是咧加添厝邻的负担。对，所以这篇破文吼出来了，足侪人在讨论，有的人就感觉讲吼，为什么家己的爸阿母无法度替家己的查某囝好好去想，佮要讲这个话去伤害伊？另外一个就是讲吼，这个女学生就算讲伊得郁症，伊嘛袂当走去火车头，安尼就直接安尼跳落去。安尼会加添着迄种坐车的人，佮火车5点的迄个时间，佮有人是感觉吼，袂当去传即个现实动态，因为这是伊迄个女学生伊的文书。你袂当安尼黑白去公开嘛，因为你袂当为着要讲要了解代志的头佮尾，就甲即件代志公开，因为迄是伊人家己的心内的话，一寡迄物件，你安尼甲公开，虽然讲伊一定过身去，要毋过对在生的人，可能嘛是一个伤害。是。我感觉吼，第一个我会去关心的重点，肯定的是伫咧社群平台顶，竟然有人会去讲这个女学生是造成代替甲旅客麻烦这件代志。你看到这个话的时阵吼，你会感觉做生气？我会足刺心的，对，因为就是这件代志根本的原底迄个原因，根本就是为什么这个女学生伊着误症，这件代志应该才是大家应该去探讨的一个重点。所有人在讲这款言论，我就感觉即摆社群平台反射嘛是即摆少年人会去容易得郁症的一个原因。对。因为吼，这有当时啊，伫社群平台顶管吼，释迦伫内底压力可能佫愈大。对，袂当讲，咱袂当讲，因爸阿母拢无去甲关心，咱会当讲吼，因爸阿母的关心可能是用唔着方式。咱咧关心这郁症的人的时候，咱一定爱徛伫伊本身的角度，就去想代志。你袂当用边仔的人去想代志，你要甲关心嘛是共款。你袂当讲吼，希望你较紧好，要毋过伊唔知要家己安怎好起来。对。所以足侪原因会造成这郁症。有当时啊，就是讲吼，升学，因为台湾的升学体制真正是。压力足大，是压力足大，而且即马大学了后，你就开始毋是烦恼升学，开始烦恼你出业了后要安怎。是。而且这个问题其实有慢慢在下修，就是讲，其实即马的学生是高中就爱开始烦恼这件代志。你会开始慢慢变低。对，所以即马其实我感觉即马学生的压力的来源是愈来愈侪。是。对。毋是讲吼，以前人吼，咱爸阿母就讲吼，即马学生啊，无啥物压力啦。读册就好啊。读册就好啊。要毋过吼，伊毋知影讲无形的压力吼，是愈来愈侪。是，而且佮加上拄则讲的社群平台，伊的兴起内底有一寡内容，可能就会造成学生对家己的压力。比如讲，互我感觉到压力的，就是我的 Instagram 顶管，拢会有一寡什物成功心态，是讲有足侪人伫咧晒伊的一寡可能出国啊、翕相啊，是讲伊搁买啥物奢侈品这款的。这是压力呢，这其实拢是压力。别人有我无。对，对少年人来讲，其实这拢是压力，伊就想要去拼。毋过你拼时阵，搁会去互教授批评啊，去互父母批评啊，压力搁转来安尼。所以吼，压力四面八方，足侪一直来。
唔通看即摆学生吼，有当时啊，就是感觉足快乐的啊，足侪代志会当享受。也毋过吼，压力嘛是因为安尼，对，就三星啊，对。啊，佫有一件足重要代志，你讲代替安全，足重要，因为有你像看高铁嘛，啊，佫有啥物体温。嘿，伊拢有一个迄个门有无？嘿，啊，伊车来时阵，哔哔哔哔到的时阵，伊较哔拍开，啊，互人入去。要毋过吼，台铁自以前到即摆，你坐过台铁，无一个月台，伊是有即种门会当较炸掉的。对。啊，咱毋知影讲为虾米即个门为虾米伊无爱炸掉的，无爱设一个门，因为台铁遮尔久啊。系啊。嘿，咱以前像我啦，我捌经过坐温，无。迄种门的迄个时代，啊，这是真十栋内较有的一个物件，甲会甲炸掉啊。因为以前嘛，真正有发生讲吼，伫坐温顶悬有富人人啊，还是一般的民众啊，无细里落落去，啊，互迄个车安尼搞过去的事情。嘛是有，所以吼，即摆坐温啊、高铁啊，全部拢毋加迄门，啊，着安全足济。对。啊嘛，无啥物误点的代志发生。对。啊，代替上大的问题是啥？无门，啊，佫误点。佫误点。系啊。对。误点即件代志就是代替的问题嘛。你会当意外减少一点点啊，可能误点的代志，可能就变较少。而且伫个，就是我定下去台北火车站遐坐车嘛，啊，伊就有中有一站是有楼梯的，有楼梯伫个遐，所以伊遮就较伊的迄个会使行路的所在就较矮安尼。我感觉我大概经过遐，拢感觉我特别去杀落去啊！你感觉哇，什么物件咧甲我杀？我感觉迄个路无甲我行。对啊，我就感觉足恐怖的，而且佫有，若是有人佫坚持要伫个迄个所在等车，就佫较恐怖。啊，佫有当时啊吼，有个人你要为遮过，有个人要为遮过来。哦，对。啊，客着。啊，像即款情形，像高铁，伊嘛是有像代替遮尔矮的这种行人行的路嘛，啊，毋过伊有门，所以你会当安心啊行。对。啊，代替我真想。为什么我整一个门这困难的吗？有啥原因吗？代替你通讲一下吗？讲一下我知嘛。这个会使加入去。会啊，会使，加入，哈，加入有听到无？我听到好。啊，其实就是就针对代替安全，佫有另外一件代志发生嘛，是甲代替安全有关系。就是伫个2月24号啊，伫个代替的邦桥站，啊有一个76岁的老妇人，伊就可能是无徛好，伊就无说哩跋落去轨道下面安尼。啊，迄个时阵吼，就是火车可能就已经得要来啊，啊有4、5个旅客，伊看到了后头就着急的啊，紧找人啊，讲来甲救起来啊。嘿啊，啊毋过伊就是徛喺迄个黄色警戒线后面，因为阮就是去用教育讲袂使行跳过这个警戒线。对。啊，毋过这个时阵吼，就有一个就信用的18岁的查甫学生，高中生，伊就看火车还袂来，啊，伊嘛有去评估，小可评估一了后，伊就决定好，我要跳落去，甲这个老妇人救起来，所以伊就紧跳落去，甲这个老妇人先安尼甲救起来了后，成功有救到无？有救着啦，有救着，而且伊佫有观察讲哦，轨道的另外一边是一个喙石的区，所以伊就紧甲迄个老妇人吼，就带去迄喙石区，啊，火车来因就袂去用弄着安尼，对，所以咧，即个报道出来了后咧，大家当然嘛是感觉即个学生就勇敢的，有地标，而且伊的学生伊嘛分享讲，伊迄个时阵其实是有伫咧考虑讲，家己到底有即个能力去救人无？而且伊伫咧救人的时阵呢，伊嘛有去代信请朋友讲，爱去通知代替的人员来指挥安尼。所以咧，我觉在即个学生伊甲伊要救的人拢有平安。啊，毋过嘛是有代替人员，伊就出来讲，其实即个行为吼，伊无鼓励民众去做，因为这可能会去违反到即个铁路法。伊就是意思就是讲吼，伊鼓励民众若是有发生代志，应该爱先去通知即个代替的人员，啊，莫家己就轻轻在跳去救啦。对。啊，毋过你感觉咧？我感觉吼，这会当为2方面来讲。第一个吼，就是讲吼，代替是前公务人员。前公务人员，所以吼，伊有当时爱讨论吼，我无啥相信。你讲吼，有当时你要甲背，你要去甲通报，你要甲背回的时阵，伊搁伫遐甲你讲规半步咧。定数啊，爱先去倒位通知啊。伊即摆讲了，搁爱甲伊上司讲的，啊，即摆是要安怎？先报告啊。先报告啊，搁创啊。这情形，这个状况吼，可能是咱即摆咧设想，可能有可能
代替伊有一寡伊的 SOP，所以咱会当先去通知代替的人员。其实嘛是应该把这 SOP 公开，互大家知影，大家才知影，若一个人跌落去，咱会使创啥？对啊。上紧急会使做的代志是啥？是啊。对，因佫毋是大家外台拢有徛一个人。所以民众有当时啊政策啊，啥物物件，你拢爱去宣传啊。你像即款 SOP 的代志，你嘛是爱宣传互民众知影嘛。你要安怎去救人嘛？你爱做啥物代志嘛？对。对啊，你当下讲啊，你先来甲阮讲。安尼代志就无啊嘛，无吧？应该有一个 SOP， 民众会当去参考安怎做。对。嘿，即款新闻吼，你会当检照出现吼，你就会当发现讲，代替伊可能是有去做即件代志的方法。要毋过真毋是哦，顶礼拜哦，6日尔哦，就出现2件。对。就出现2件即件代志。一礼拜内底。嘿，一礼拜2天内底。哦，2天内底。我顶礼拜因为我有迄种代替 app， 代替 app 伊就推播2个即款代志出来。看到真正会好。含即2件佫无共哦，佫无讲好代志，一定爱想办法，去甲遮个代志甲解决，是维护人民的性命安全，这最重要。是。对，安尼下次时间继续看第2连灯，拜拜。